受到美國貿易戰影響，潛在嘅置業人士繼續觀望。大多倫多地區嘅房地產市場喺3月出現顯著放緩，房屋銷售量大跌，價格亦都下降。梅志輝嘅報導。根據大多區地產局嘅最新報告，3月嘅房屋銷售總數為5011間，較去年同期下降咗23.1%。呢一個下降趨勢延續咗2月28.5%嘅銷售降幅，而平均售價亦都出現下跌，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5%，平均售價約為109萬元。儘管銷售放緩，但新上市嘅物業數量卻大幅增長，同比增長達到28.6%，為市場帶來咗更多選擇。然而，由於美國關稅威脅本國經濟同埋就業，以及利率同房屋可負擔性嘅問題，好多潛在買家仍然保持觀望嘅態度。大多區房地產協會嘅市場分析師梅莎指出，地產市場放緩主要受加美貿易嘅不確定性同埋即將到嚟嘅聯邦選舉影響，令到唔少買家選擇觀望，希望等到經濟同埋政治環境更加穩定嘅時候再作決定。專家表示，儘管市場環境較為困難，但目前嘅市場條件對買家嚟講更加具吸引力，因為價格穩定，而且選擇增加。不過，房地產市場嘅走向好大程度上將會取決於未來嘅政策以及整體嘅經濟形勢。